各位觀眾，歡迎大家再次翻到嚟 DC 頻道收睇我嘅影片。今次呢條片呢，就想同大家講下《尋秦記》啊。相信大家都知電影版《尋秦記》呢，即將喺2025年嘅12月31號喺香港上映啊。暫時嚟講呢，就唔知佢會唔會喺英國都會上畫啦。假使如果佢真係上畫嘅話呢，咁我一定會去睇噶啦。嗱，為咗睇呢套電影呢，我都特登做翻啲準備功夫啊。過去嘅一個禮拜呢，我就一口氣取咗40集嘅電視劇版《尋秦記》。喺2025年嘅今日睇呢套戲呢，感覺真係都幾深下嘅。咁呢條片呢，我都會好 casual 咁樣同大家分享下睇完呢套劇嘅感受啦。嗱，當年呢套劇呢非常之 hit 嘅，但係唔知咩原因呢，我自己就好似冇睇過咁樣。咁我就上維基百科睇下呢套戲其實係幾時首播啦。我一睇之下就真係真相大白啦。原來佢首播嘅期間呢，我就啱啱入咗大學，而嗰個 semester 呢就咁啱先就住緊 hall，就所以就真係完全 miss 咗呢一套咁精彩嘅劇集啦。言歸正傳啦，講翻套劇本身啦。呢套劇演員陣容之鼎盛呢，真係好 impress 到我啊！入邊呢有大量演技精湛到不得了嘅老戲骨啊！例如話飾演呂不韋嘅郭峰啦，呢個真係冇得輸啊！佢嗰啲氣場呢，或者霸氣嘅感覺呢，完全可以 convince 到我佢係一個想謀朝篡位嘅丞相啊！仲有當然唔少得就係要提下飾演連晉或者係老外嘅江華啦，嗰種亦正亦邪嘅感覺呢，佢亦都拿捏得非常之準確咯。其他好戲之人就包括阿烏堡主王偉啦，飾演滕奕即係二弟嘅黃文彪啦，仲有飾演擒青乾爹嘅周顯余子明啦，佢哋全部咧都做得不溫不火，又唔會搶到主角嘅戲份。老土啲講句，牡丹雖好都需要綠葉扶持啊！呢套戲咁好睇呢，有一半嘅功勞咧都需要歸功於呢一紮咁好演技嘅老戲骨演員咯。呢啲咁出色嘅綠葉演員呢，理應係電視台嘅寶藏嚟噶嘛。可惜嘅就係 TVB 偏偏就好冷待呢啲咁出色嘅綠葉演員啦。最近呢，我就睇翻明州娛樂訪問飾演滕奕嘅黃文彪啦，佢就講到 TVB 有啲幾十集嘅劇啦，幾十集先安排到一場戲俾佢，搞到佢連基本生活都支持唔到啊！之後呢，就仲要做揸車送貨為生，呢個一定就唔係個別例子啦。好多離巢嘅老戲骨演員呢，對 TVB 呢都好不滿嘅，大量嘅好戲綠葉演員流失，直接就影響到劇集嘅可觀性啊！結果佢哋近年啲戲咪變得唔好睇，同埋收視勁低咯。呢個絕對係 TVB 咎由自取嘅。嗱，第二樣嘢我想講呢，就係呢套劇嘅鏡頭運用就係做得非常之出色喎。嗱，《尋秦記》有40集啦，差唔多集集呢都係打嚟打去啊，即係成套武俠片咁啦。嗱，我睇咗咁多場打嘅戲呢，俾我嘅感覺呢就係睇得好舒服，打得好刺激。嗱，舉個例啦，例如阿連晉打完一大扎人咁樣啦，然後個鏡頭就好巧妙咁樣響佢前面兜咗半個圈，喺佢腰間嘅位置向上影翻上去。本身阿江華已經夠晒型啦，加埋呢個鏡頭嘅配合呢，就型上加型啦。戲入邊呢，仲有大量群打嘅場面啦，攝影師喺呢套劇入邊呢，展現俾大家睇嘅角度呢，都掌握到恰到好處。你想知 overall 個戰役打成點呢？有 show 俾你睇啊！想睇下個別演員點樣同第啲人喺度過招，又有呢啲正正就係大家想睇嘅嘢啊嘛！嗱，相比起近期呢，有套電影《九龍城寨之圍城》啦，都係古天樂林峰做噶啦。《尋秦記》嘅武打場面呢，係拍得比《九龍城寨之圍城》嘅武打場面呢係好好多嘅，即係話 TVB 盛世嘅時候出產嘅劇集質素唔會差過電影啊！嗱，第三樣嘢我想講呢，就係呢套劇集嘅排場啊！嗱，首先就係佢拍攝嘅地方啦，據知就係橫店電影城啦，嗰度真係要乜有乜啦，又有大個城池可以造就到一個好靚嘅宮城畫面啦，又有一大片草原嘅萬馬奔騰情況喎，仲有好真實嘅皇宮啦，主角們呢，就企響皇宮前面一個 wide shot 咁樣去睇，哇，簡直嘆為觀止啊！除咗呢啲咁大、咁真實、咁靚、咁逼真嘅場景之外呢，喺呢套劇仲會見到好多嘅演員呢，都係確實咁樣騎緊馬，騎馬本身相信都唔係一件咁容易嘅事啦。套劇就展現到俾大家睇呢，佢哋個個角色呢都識騎馬嘅，完全係建構到古代嘅畫面出嚟啊！成件事呢，你會覺得真係好夢幻啊！喂，純粹一套劇集啫，真係唔知有幾多資源先至安排到咁多演員都走去學騎馬。咁我嘗試上網揾下，喂，呢套劇其實當年用咗幾多 budget 去拍呢？就揾唔到相關資料啦。雖然就唔知用咗幾多錢拍，但係做得咁大咁宏偉嘅排場呢，相信呢都一定所費不菲噶啦。當年嘅 TVB 啲劇又受歡迎，收視率又高，咁自然廣告費都多啦，咁啊梗係 support 到呢啲嘅大場面啦。
隨住 TVB 嘅衰落啦，好似《尋秦記》呢啲咁大排場嘅電視劇呢，都好肯定已經成為絕響噶啦。第4樣嘢想講呢，就係想分析一下 TVB 點解近期唔重播《尋秦記》呢套劇嘅原因啊。曾經係都市傳說嘅《尋秦記》電影版呢，終於即將喺年尾上映啦。近期咧，大家碌 View 就好 ，Facebook、Instagram 都好，你總會見到有大量嘅片咧，都係關於《尋秦記》喎。既然咁 hit，係咪應該要翻播吸多啲廣告呢？但係你又見到 TVB 冇翻播喎，咁點解會咁呢？咁我自己估計啦嚇，好大機會咧，阻力咧就係在於《尋秦記》電視劇入邊嘅對白咧，實在喺今時今日嘅尺度裏邊咧係有啲踩界嘅。根據維基百科呢，《尋秦記》電視劇嘅製作日期呢係喺2000年到2001年之間嘅。當其時嗰個時空呢，就真係比較自由少少，唔需要講每一句嘢都好有顧忌啦，驚犯咩法例咁樣啦。喺20幾年前嘅社會環境容許大家講嘅説話，再搬翻嚟今時今日嚟講呢，其實都幾危險嘅。嗱，唔明我講乜嘅，大家不妨呢就重溫呢1至40集啦，特別 focus 響項少龍勸勉秦王嬴政嘅一啲説話裏邊呢，你就會發覺，咦，佢講得咁踩界嘅咁，所以 TVB 選擇唔重播呢套劇呢，都不無道理嘅。第5樣嘢想講呢，就係 TVB 嘅劇集大結局往往出現 BBQ 嘅場面呢，好大機會呢就係始於《尋秦記》呢套劇喎。就住呢件事，我問翻 Google AI 啦，咁佢就答咗我，原來 TVB 劇集常以 BBQ 大團圓收場而被網民廣泛取笑呢，大約就係始於2010至到2012年之間。而喺2001年首播嘅《尋秦記》呢，就已經出現咗 BBQ 嘅結局咯。然後呢，我就去咗維基百科睇翻《尋秦記》之前嗰幾年嘅 TVB 劇集列表。我印象中呢紮劇嘅結局呢，全部都冇 BBQ 嘅環節，所以我極度懷疑 TVB 嘅劇集有 BBQ 嘅結局係源於《尋秦記》啊。第6樣嘢想講呢，就係臨近結局幾有創意嘅一場戲啊。話說臨近結局，嬴政就唔想史書提及項少龍呢個名，於是李斯啊諗到辦法，佢嘅辦法呢，就係將所有之後嘅書都唔提項少龍之餘呢，仲要將之前所有提及項少龍嘅書呢都要銷毀，而收藏呢啲書或者提及項少龍嘅人呢，就一律都要被坑殺。然後項少龍就心諗，原來焚書坑儒就係因為佢而起。嗱，呢件事呢當然係假噶啦，但係聽落去呢都幾過癮啊，同埋覺得佢幾有創意咯。而我亦都發現咗呢，原來連登仔成日講話其實唔懶呢，就係源於呢套劇集啦。最尾第7樣嘢我想講呢，就係我對電影版《尋秦記》嘅一啲期望啊。首先嚟講呢，我覺得《尋秦記》呢套劇呢，可能係呢個題材嘅天花板嚟嘅咯。呢套劇呢，就係出現喺2021年嘅時空啦，而當時呢，係可以天馬行空，講任何嘢，做任何嘢都得嘅。當然就要符合翻廣播條例對於色情啊、暴力啊等等嘅規管啦。而《尋秦記》嘅電影版呢，就2019年開拍啦，咁佢就拍咗4個月嘅啫。而最尾差唔多用咗5-6年嘅時間呢，先至完成審批，先至可以上到畫喎。出到嚟嘅 end product 會唔會俾人剪到體無完膚，同最原本想講嘅嘢係咪已經係另一回事呢？所以咧，我覺得大家唔應該對呢套電影有任何嘅期望啊！期望越大呢，肯定就失望會越大。對我嚟講呢，如果呢套戲唔爛得過《明日戰記》呢，咁我就已經心滿意足噶啦。好啦，條片嚟到呢度啦。如果中意呢條片呢，麻煩幫手訂閱呢個頻道，同埋 share 條片俾朋友睇啦。可以嘅話都俾個 like 我啦。多謝各位支持，下條片再見，拜拜。